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7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传出国民党的政治人物牵涉到家庭暴力，国民党是强调唔通黑白药造成伤害，台北市长蒋万安嘛强调讲有通报就会处理。长水南国做调一名黄事国，张新明讲伊是因为身体甲心理真疲劳才失职。国防部长嘛强调讲计划未受到影响。台南客家的上白搭今仔开始出巡3天，客家的国校啊专工提前考试，互囡仔通参加夜间店的点头。新闻开始后来看有媒体报道指出，讲有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传出家庭暴力的丑闻。国民党文团会主委李干秀是表示讲，国民党对家庭暴力是零容忍，嘛望讲外界唔通黑白药，造成当事人离厝的伤害。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任何家庭暴力防治的案件拢爱保密，嘛强调讲只要社会局接到通报，就会随处理。有周刊报道，那遐的政治人物发生家暴的丑闻，伫咧厝内对看守抑五囡仔歹声扫，传讲伊的看守忍袂了，请保全通报家暴中心，引起社会注意。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顺利平安，和乐融融。对于这个对家里不应该有的情况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导正从媒体上报道，我们无从得知是哪一位。那家暴零容忍也是国民党长期重要的政策。为了保护个人的隐私、家庭的隐私，还有重要的是保护未成年的子女，我觉得应该留给他们更多的空间。李干秀表示，家暴零容忍，希望外界唔通过度猜测，避免对受家暴的当事人二次伤害。不过周刊内容讲，这位政治人物被通报家暴的记录有几多遍啊？不过社福机关到怎么拢无开案调查，只敢列入追踪。对于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都绝不允许，不管是肢体、言语、心理、精神，甚至经济上的暴力，我想我们都绝对依法、依规定。依照现有完整的机制来运作，依照程序，只要接获通报，一定第一时间即刻的介入来处理。蒋万安表示，家庭暴力的防治案件拢是保密案件，对囡仔的部分，社会局会随家己评估；若大人的部分，只要是高危险案件，交防中心会随开会评估。就算唔是高危险案件，也列入当事人的意见，提供相关的协助资讯。当事人有任何的需求，社会局也会随介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4月3日，花莲大地震台电的电厂无基础损害，必须要停机检修。外界是真烦恼，讲目前佫唔是用电的高峰，全台湾就可能会限电。也毋过，昨桃园又有上万户失电解体是台电是强调讲，主要是设备各种的问题，修理好势就随恢复供电目前现阶段嘛无限电的问题。15暗时，大潭8号机雄雄跳起，备转用量率要无甲3%，互台湾北部差1点停电。台电还未解决危机，昨天暗时到半暝，桃园、大园、中立甲桃园佫发生大停电，规工累计落来超过1万户停电。当地机关指讲，4月份还未达到用电的高峰，桃园就停电，规暗疏疏，全台湾敢是佫会限电啊？这一次是桃园万户的停电，未来全台的限电风暴会不会再起呢？其实是全体市民非常担忧的。桃园昨天的故障跟整个电源供电有没有足够，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因为设备的故障，这个更换更新，那它就迅速的恢复供电。每回桃园停电的代志，甲限电的危机无关系，因为设备长期伫咧户外，或者是地下电缆伫咧密闭佮无通风的环境，久来开发生各种的情形，只要换新了后就会正常。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目前大潭8号机已经全面恢复运转，和平机组嘛已经修复。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今年热人进前供电会稳定。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经过了昨天的整个的盘点呢，我们的供电并不需要这一个大家来担心我们会完全的恢复正常的这个供电。岁修的机组有一些是到5月才会回来，那5月回来的原因就是在因应这个夏季的用电的高峰，我想在夏天之前，我们供电也都会稳定。今麦新内阁团队名单公布，中华科技董事长郭智辉特别接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已经伫第一时间甲郭智辉通电话，经济部业务这个有路，目前任务是赶紧详细交接，
互郭智慧上任了后会当顺利熟手，嘛肯定郭智慧的国际观甲关度，嘛乐观期待交接。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最近一寡食安的问题，嘛造成早摆疫情是抢关，亲像王品集团的餐厅库拉苏西，佮有台北市溪山里，拢验出诺罗病毒。王品的餐厅有员工佮师傅3个人验到哦。事实是强调讲，若说是因为师傅佮员工引起食物中毒，上济是当罚2亿。最近食安问题直直壁，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全台湾歹腹肚看门诊急诊的人数达到强要14万人次。比顶礼拜上升1.5%，最近4个礼拜也接到203站歹腹肚群聚通报，也比去年同期悬出2.7倍。其中3大群聚案件，包含王品的粗瓦，佮有享乐西门分店、库拉素食案，也佮有台北市溪山里案，拢有部分的检体验出诺罗病毒。假如这些工作人员他们自己本身带有诺罗病毒，其实是你在处理这些食材。当然有可能会传染。诺罗病毒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其实它也有可能会飞沫，也会传染。疾管署检验发现，目前溪山里有3位民众，库拉苏市有3位食饭的人客，拢验出诺罗病毒。王品集团旗下餐厅是有2位食饭的人客，2位员工，1位厨工，互验出诺罗病毒。对此，食药署强调讲，若经过调查确认是因为厨工或者是员工污染，地属的食物中毒案。相关会使罚2亿，认定它是属于食物中毒，它的一个病因。那这个我们就可以依照食安法的第44条来处以6万到2亿。那情节重大的，当然它是可以歇业或者是停业。食药署强调，库拉苏市食物中毒案其他检体搁在检验当中，全台湾分店的稽查也继续进行中，目前已经稽查55间，其中32间是稽查合格。期限内爱改正的有21间，暂停作业的有2间。记者综合报道。国军的飞行员，佮有空中任务的官兵哦，拢必须爱接受高难度的水中的救生训练。国军今仔嘛对外来展示训练项目，咱做伙来看卖。在真正的求生场域的时候，它其实是蛮多时间会遇到恶劣天候。那恶劣天候的环境呢，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环境特效模拟。来营造这个恶劣的场域，提升人员身体的一个紧张感、临场感，那有效提升这个训练那个成效。那我们复训的周期是3年，他每3年就要来完成求生复训。我真正到海上的时候，看着别人就是因为动作不标准，没有操作好，然后被拖着走出去。我其实，在旁边看着也是很紧张。你都是自己一个人，你要试着去。面对跟克服所有的困难。空军来进行跳伞的演练，佮有直升机吊挂演练哦，嘛但是水中逃生的训练有真侪无同款状况的设计哦，过程是真紧张。救生的训练是要让飞行员佮有机组员来了解无同飞行设备的救生装备，拄到危险的时候，会当伫上短的时间内做出上静态反应，会当活落来。再来看唱水南国造专案的调一人黄叔公，昨声明表示讲，伊是因为身体佮心理拢真疲劳、真失职。外界嘛真关心讲，敢会去影响到唱水南的国造咧？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伫会议是真肯定黄叔公的贡献哦，嘛强调讲，唱水南国造会由团队继续来推动，袂因为这人的离开有影响。整个过程军旅生涯这么多年，当初也没有想到会待那么久，还难逾越，有时候压力大是必然的。但久了也知道怎么调整。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要交接啊，正罕的伫咧镜头前讲伊林内心情，同款要交接的，也有前一天发声明讲要请辞的将干国造专案调职人黄叔公，伊讲是因为身心拢正忝这事实，甲政治无关系。以后将会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协助提供作战的咨询，并且希望有心人士唔通搁再恶意攻击，打击军人的名誉甲士气。还有相当尽职的一个人，我也是事后才知道，心里有感受，我可以感同身受。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应该不至于产生太大的一个阻碍。邱国正肯定黄叔公的贡献，并且讲将干国造是重大专案，会由团队继续推动。袂因为黄叔公请辞而出现问题，也否定将干小组要改变、重新成立先前国防办公室的讲法。同款是国造将干牺牲任务的
海军中将邵伟阳就伫咧立法院进行进度的报告。区国警也对将干后续梁山的舰艇有算大量增加的传闻做澄清。总是个估计嘛，但估计也很容易造成大家一个听到原本多少钱，现在你一平均好就把那个价格给拉高了，我们就一一跟大家做说明。因为外界也正关心讲，区国警下台了，责任的敢会是郭立雄？我没有交接啊，因为待久了以后，我讲真话都拿到命令了，或者长官告知嘛。对前总统赖清德最近定定到营区时度，了解国军建军备战的状况。区国警讲，国防部会清楚说明目前的重点，还有未来的走向甲局势，这拢是因应该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针对花莲大地震，交通部正式讲要来针对进行花莲的观光提出3阶段的方案，加对业者来减免的方案。针对一般的旅客到花莲旅游的补助的时间，应该会对5、6月份开始。交通部早期到立法院进行花莲强烈地震影响专栏报告，目前有2间观光旅馆加1间一般旅馆暂停营业。因那花莲对外公路交通也未完全恢复。对当地观光影响正大，交通部正式将会有花莲观光定型方案，分做3阶段进行。第一波就是相关的一些减免措施了哈，然后第二波是这个，包括他们现在有些房子受损，住在外面，让他们去住旅馆哈。那第3波就是当重建做完以后，包括自由行跟团客的补助。交通部表示，强烈地震的重建。涉及到各部会，行政院伫最近拢有开会，由各单位提出方案。上面即个在由行政院统筹实施的时间，估计伫铁公路加观光总共有新台币30亿的补助。伫旅客到花莲的补助，由观光署伫咧研究中，上见伫5、6月实施。现在这个时间点，所有市区的饭店呢，还有受损以及需要维修的部分呢，大家都还在努力。那当然，我们工会也会确保各工会会员饭店大家提供的都是安全无虞的这个住宿环境。还是要对国际客做说明，就是说花莲虽然震灾严重，像这个七星潭旅潭，甚至花东纵谷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还是安好的。学者认为，强烈地震了的复苏对各旅的旅游补助是即时好。不过，当各旅市场恢复了，也建议爱对国际游客做行销，尤其是以前定定爱到花莲的日本甲韩国的旅客，会当透过旅行业者传达景点复原上新的资讯，吸引国际游客回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垦丁的街头有打伤讲最近有游客反映，讲因行伫路面互钢珠弹到，无人伫弹气球的单位捡到钢珠，这款钢珠是甲弹气球用的塑胶珠无同款，警方是在调查。听到声音，摊上额头要找来源，发现是单位的铁皮，互铁珠拍到，而且无偌久进前，阁有游客互同款的细粒铁珠拍到小腿，去找因反映，以为是气球摊伤的问题。客人被小腿被这种钢珠打到腿，那他把它拿到那个打气球的摊位去问，结果我们街上打气球的弹珠是这种塑胶小的，有这种钢珠的。是大颗的，也不是这种小的。13号暗时，旅游季节就要开始的垦丁大街出现疑似铁珠随机攻击案件，现场阁捡到几粒铁珠。大街管委会烦恼有人甲游客当作目标乱拍，嘛提醒业者协助注意可疑的人和车辆。不过，其实早伫2个月之前，恒春镇上倒徛街疑似互人攻击，引起警方重视。不排除是有人恶作剧或其他因素造成。衡警已积极侦查中，也呼吁民众勿一时兴起，以此方式恶作剧。警方无排除是有人故意创治，也是铁珠落伫涂骹，经过车辆逮到了后弹出来，当咧追查厘清真相，嘛呼吁民众提供线索，提高警觉。记者李爽赵冠屏东报道。再来看台中有一个姓黄的嫌犯想要靠大麻来趁钱，伊伫家己的厝邻果水白装种148丛的大麻，佮用1个5万块，讲半当就当趁30万，招朋友入股，也毋过伫采收的进程，就互警方抓到了。
警方真正来清点盆栽，成熟的大麻花已经准备进入采收的阶段，而且放大麻的地点也个不止这一位。这边还有啊，进来，你把窗帘拉开。豪华别庄内底种满大麻，29岁黄姓嫌犯无固定收入，只另另外一位黄姓朋友培育栽种大麻苗有利可图，竟然异想天开，决定种大麻创业，先以21.5万块买大麻苗甲设备，伫咧台中8吨、西屯等地大规模栽种，甚至还阁想要扩大事业版图，开出每一个5万块，投资半年就会使摕到30万利润的条件，有说朋友入股。除向有人购得大麻苗外，并租赁独栋别墅，扩大栽种规模，以每股5万元投资半年即可分得30万获利等噱头，积极向友人游说募资。警方今年2月查到黄姓主嫌等3个人148丛大麻、858公克大麻花成品，粗估价值超过1000万块，及时主动毒品流入市面。专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将3个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制作2级毒品罪嫌，恐惊面临上轻10年以上有期徒刑，会使并科1500万块以下罚金。记者台中报道。咱台湾50岁以上的民众，大部分细汉都捌出过片，喂过一届就永远免疫。后来囡仔嘛拢会注疫苗。也毋过最近咱国内佫出现一寡境外佮本土的麻病，有啥物爱特别注意的？咱请尚英来为咱解剖。是主播，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英。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高雄这个头一个对境外入来的麻的病例。这个病例，伊是一个20多岁的男性，4月初一的时阵对柬埔寨转来到咱的台湾，伊是对桃园机场第2航厦这个所在入来咱的拱门，了后随去坐高铁675车次的第6车厢，了后呢是一路落南坐去到高铁的这个左营站，过当工的时阵，也就是4月初2，伊个去到高雄大湾北来食海底捞的这个火锅。4月初3，搁去这个高雄汉神本馆的可瑞安这个餐厅来食韩国料理。4月初4，也就是清明的时阵，伊个上北去到台南的安平来食王氏鱼皮甲冬季豆花。其实这个病例，伊伫咧发病期间，也就是上5月的迄4、5天呢，伊拢无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所以高雄市卫生局是特别提醒观众朋友，若准讲你的这个脚链有甲这个病例有相踏着，安尼一定要注意，伫咧4月19至4月22之间，要做好自我的监测。要若这个自我的监测到底是啥物款的内容呢？就是讲，若准你今仔日有发烧、家扫、鼻炎，也是红目炎，甚至讲是出血、出这个麻啊，这个时阵一定要注意，赶紧挂喙罨，紧去看医生。另外，伫遮咱嘛要替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也就是讲，其实这个麻病有感染过的人，就当讲做是将死一人，伊是免疫的。也毋过，若准你厝内底有这个还未杜节的囡仔。因为杜节囡仔，伊是袂当来做麻病的疫苗，也毋过，若准讲你今仔日真正有这个必要，需要带细汉囡仔去到有麻病的疫区，安尼上无爱等这个囡仔满半岁的时阵，也就是6个月的时阵，才会当去做第1剂的麻病疫苗。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登了主播。感谢尚英哦，咱搁来看讲有愈来愈侪少年人会贷款去买车，也是改车，嘛造成真侪乱象。就立委建议讲，应该限制融资公司的业务范围哦。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就表示讲，贷款毋是金融特殊的行业哦，大部分服务的对象拢只是中小企业，只有车贷甲新买后付钱，有甲个人消费有关系哦。会来要求业者就爱遵守自律的规范甲内部的管理。去年网络顶真情的动画，山道教的医生讲出少年人因为借钱方便，开钱超过伊负担的能力，欠一大堆债务。引发各界对融资公司合法性的质疑，敢有必要大幅度限缩融资租赁公司借贷的业务？针对这点，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表示，借贷毋是金融特许的业务，租赁公司要受存在价值。变相让债务人陷入以债养债那
超贷的陷阱。依照民法最高利率是16，依照它的风险的属性，在16之内去收取，基本上是并没有违反。那就是在过程中，它中间的，比方说你的违约金，或者说你违约的时候，你另外再加计的这个利率，有没有让消费者在一开始就知道？是在这一次整个的调整过程中特别要去重视的。黄天木表示，租赁公司5大业务内底，有3项是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针对车辆用租，也有成本后付产生的争议，目前透过内控作业庭事、甲租赁工会等的自律规范来做处理。另外，亲像放档内甲收违约金拢唔对，拢已经有要求自律规范内底爱充分说明。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到今年1月底为止，北京公共银行对用租租赁业贷款营业合计有1359亿外。民间的融资租赁业提供企业还有消费者经营业务或者是消费资金的需求，它的营运资金部分是由公股银行提供融通。对于贷后的资金用途与银行核定用途不符的时候，银行可以依照契约视个案的情形酌情办理。张翠芬强调讲，公共银行对报贷案件拢有照授信业务相关作业规范，嘛爱斟酌用租租赁业营运特性，做好报贷进程交易查证。交代了后，对总管理落实责任受信。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今仔公布校园霸凌防治准则修正，霸凌的事件会分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2款哦，会用无同款的法条来处理。针对学生对学生的霸凌，若是双方愿意，会来增加调和庭书，会有一半以上委员爱外聘。防治校园霸凌，教育部修正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学生对学生的霸凌事件按校园霸凌防治准则处理，而且若双方有意愿，增加调和定数通使用。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按教师改聘办法，由校事会议来处理。2种事件按照无同特性处理。如果学校遇到校园霸凌事件，我们会设有处理小组。由这个处理小组来做进行调核跟调查。当然，处理小组的成员至少要过半数来自于教育部的人才库中来做遴选，以确保我们在整个不管是调核制度或调查制度当中，确保专业跟它的一个公正性。将性平事件以外的教师违法事件，统一由校事会议调查处理。调查小组的委员则采全部外聘，从人才库当中来推举3到5倍的学者专家。长期关心教育改革的民间团体人本教育基金会对这摆的修法表达肯定，认为学生对学生、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因为牵涉的层面无同，分开处理确实较合理。不过基金会认为，老师若行到改聘定时，爱提悬处理的层级。我们的法还没有修到跳脱校层级，我们只是尽量说让调查小组是外聘，可以比较跳脱校，因为校就是有校本身的校本位问题、校文化问题、校人际关系问题等等。那是不是将来再解聘，不要校层级了，到辅层级？这是可以考虑的方向。日本教育基金会表示，若教师行到改聘庭时，由至少地方政府层级的机关来审理，会当用较全面的观点处理，较袂受校内的因素影响。这是未来新法实施了后，通观察考虑的方向。记者郭文王庆忠台北报道。最近有民众加综合报道。为了追诉坠楼死亡的树林地方法院设立的法官协会串联全台湾的法官，要伫19个钟头伫法院的门口献花。有人讲法官是因为工作压力上过大，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讲，应该爱以限制检方上诉等方向来解决。也毋过，司法院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补一寡卡手，嘛来放任考试来改善。法院的同事每回在伫咧即间办公室外口哀悼跳楼身亡的李法官。本来这是树林地方法官的自主行为，怎么法官协会串联全国的法官发动白花运动悼念。史上第一遍由法官集体发动的活动，将会伫19钟到12点，代志发生满1礼拜，伫全台湾各地法院的门口献白花，表达思念加祝祷。减轻法官负荷。法官之死也和司法制度有改革的声音，就民间团体批评，包括国民法官新制度爱核心合法，
共同评议写判决书。最高法院一再发回案件，无家己做裁判，也个检察官滥用起诉加上诉权，拢加重法官的工作负担。我们把原有的法官名额调去做行政职，然后分配工作分配又不均，然后就回过头来讲说，我们人数太少，诈欺提供账户的人不应该再完全的使用刑事司法来处理，他可不可以有其他替代手段？有可能，他可以用行政处罚的方式。民间团体提出解决的方案，希望司法院案件的侦查就要减紧分工，减少有问题案件正式审判庭诉，也个限制检方对一审无罪判决提上诉等方向解决。我们除了跟法官们感同身受以外，也深切的感受到法官们对司法院改善措施的这个深切的期待。我们希望可以再次突破总员额法，我们也会朝向这个延长办案期限，放宽相关的管考规定。司法院回应讲，对法官感同身受，将会调向增补人力、放任科管等方向来规划。不过，规件案件唔那是大家看到法官过劳的问题，伫最近这几年司法改革的成果也再一遍受到质疑。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环境部统计20天来，塑胶袋已经减量一半咯，免税餐具嘛减少超过46%。也唔过，立委就质疑讲，虽然数量是减少，也唔过重量却是增加哦。部长施富成是表示讲，因为目前包括传统市场、佮夜市啊，这些所在哦，拢无受到限制，这所在嘛占总用量的6-7成。塑胶袋伫百货公司大卖场顶7类场所袂当免费提供。国内为91年推动限塑政策，当年逐年使用200亿个，实施20年了后，剩剩100亿个，减量率是50%。免税餐区10多年来嘛减少46.3%，但立委一期最近10年塑胶袋用量增加14.4度。毛立委无了解为怎样愈用愈侪，就是塑胶，我们的越减越多。环境部长施富成表示，目前限禁用14类场所占整体塑胶使用量大约2成左右，但伫传统市场、摊佮夜市啊占6-7成用量。被禁用是无啥简单。我没有打到痛点，但是那个痛，所以你的承认没有打到痛点，会影响我们所有民众的日常生活。毛立委一期4项一改性塑胶用品，包括速供饮料杯啊、购物袋、免税餐具。2030年全面禁用政策，敢若是要法庭政策已经断完啦。施部长强调，无断完只是调整做法。面对立委邀请伊520过了后做伙来看循环杯的。520之后，我们还有机会一起去考察循环杯吗？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邀请我。520了后，是毋是要留任？部长施富成接受媒体联访时阵表示，这是两难的决定。伊承认准总统甲伊定选，但为着生涯规划，伊拒绝要伫520了后，转去中兴大学教册，明年申请延退。祝福未来环境部长伫环境的推动上，更较上一层楼。记者林俊明、曾志成台北报道。来看花莲的大汉技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哦，今仔是去立法院抗议讲学校向停办，教育部嘛拢无啥作为。部长潘文忠是强调讲，未来案件送到教育部会严格来审查。部长嘛讲哦，因为少子化到117学年度，大专校院一档哦只剩15万的15万7千的学生囡仔，这无学生的问题哦，会真伤脑筋。师生，亲爱的孩子们，霸占新校场。抗议学校停办，造成师生权益受损的不满。花莲大汉技术学院的师生透早去立法院抗议，批评董事会向停办，对师生造成影响。嘛质疑大汉董事会违反私立学校法，教育部煞拢无作为。教育部长潘文忠17去立法院，针对教育改革30年，讲说大学甲基转升格，即马煞面临退场的问题，来做专案报告甲备询。有多少退场的这些学校的老师，有透过私校奖补助被别的私校来聘任的有多少？同仁给我资料是10位。部长，这个数字啊，我跟你讲哈，其实真的很可怕。立委备询的时阵，针对大汉退场的代志，要求教育部要好好保障师生的权益。潘文忠强调讲，这个案未来提到教育部了后，会斟酌审查过程。立委嘛质疑讲，教育部鼓励学校聘用停办学校的专任教师。
不过，从110年这个方案实施开始，退场学校的老师有去予北京学校请的，煞干那10个尔。刚刚部长已经否定了嘛，不会有60所倒闭嘛，也不会有40所倒闭嘛。你们目前预警跟专辅的学校没有这方面的推估了，没有紧密的在管控有关各校的财务、教学品质跟招生状况。但是，伫为即阵的时阵，嘛讲出英国公设大专院校，即嘛煞拄等少惊华海啸的冲击，即期还会有偌济学校会退场。针对这点，教育部表示，大专院校1年的新生，估计伫117学年人数会降到上少，敢若剩157000人，这嘛，互各间学校面临学生无够真大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2020朋友。再来看英国的国会昨针对首相苏纳克提出的禁止15岁以下民众买婚的政策进行一套的表决，是以383票赞成、67票反对通过哦。说来法案会个进入立法。英国目前合法买婚的年岁是18岁，为了打造一个无婚世代环境，首相苏纳克在去年保守党年会提出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会禁止买婚的年岁。定在2009年1月7日以后出世的人，也就是今年15岁的人口，而且还佫按算当年会甲合法结婚的年岁提悬1岁。法案在保守党内部引起真大的反弹，包括2个前首相在内几个大人物，拢公开表示反对。亲像前首相强生，第礼拜在加拿大渥太华出席保守党年会时阵，伊讲禁婚的法案根本是取消，还佫以婚嫁真条的前首相丘吉尔做例。伊讲丘吉尔的政党即马要禁塑胶，嘛较拜托咧。历史上任期上短的前首相德拉斯，嘛以个人自由表态反对，讲这是甲人民当作是囡仔咧对待。卫生大臣阿德金斯昨日伫进行一读表决，为法案的内容做辩护的时阵，伊指出袂当有食甲条条的自由。Because he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almost one hospital admission a minute is the human cost of smoking. Smoking leaves people with premature dementia. It puts them in care, attached to oxygen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尾啊，保守党开放党员自由投票，也就是讲无需要照政府的指示。不过，在工党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之下，法案的第一读会以383票赞成、67票反对过关。内底有178个保守党的议员支持，57个人反对，而且有106个人列伫无投票记录内底。保守党下议院的领袖莫丹特就是其中之一。工党的欧亚卫生大臣苏德利廷就批评苏纳克开放党员自由投票，是甲婚草甲电子婚的法案放伫危险的处境，因为伊无当对抗党内德拉斯派系人马。这个禁婚的法案伫正式正做法律进程，还佫有几啊关，亲像上议院表决。不过有真大的可能会伫大选进程完成立法，也就是2024年的下半年。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过来消息来看，即马要伫市区停车是愈来愈困难哦。台北市的交通局就设一个共用的临停区，服务载货载人客需要的车辆有一个安全临时停车的空间。也毋过实际上哦，这个临停区嘛是定互一寡车辆占用。台北市大路的空间有限，加上去年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新制上路了后，针对临时停车有严格规定，互计停车含货车一寡定定有临停需求的司机，感觉找无位通停。台北市交通局为了改善这款状况，毋但划线236条黄线，甚至设立共用临停区，专门予货车、客停车、浮空巴士含长轿车辆，才提供公共服务的车通临停。交通局也表示，因希望会当豆豆改变民众叫车的习惯。其实我们想尝试建立一个叫做预约叫计程车的等车停车文化。如果我们这边越来越普及社区都有好几处的话，事实上就可以约我们的那些轿车，好说，你就在哪一个格位来停。不过，计程车司机和部分民众却认为，要落实真无简单。我叫计程车就是我要在那边想直接上车，我还要走到这边，那我坐公车就好了。我觉得蛮受用的，上班族很需要这种就是临停的空间，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上计程车。问题你都要看人客啊，伊若早上好。问题是伊若唔知影这个规定，伊同款伊嘛是，我徛伫咧遮，我手摇咧，伊客人车就过去啊。
实际去看，发现市府头前的公用林田区停一排大巴士，司机认为林田区就是大家拢通停的。没有啊，这边都可以啊，这是共用的啊，几乎应该都不知道了。针对民众也无啥清楚公用林田区的规定，可能会去停唔到。停管处也表示，目前按算先发公文予警察机关以可靠为主，也未正式开发。未来也会加强宣导，甚至发公文予各车长的工会，予大家更加清楚，有机会来善用。记者刘新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的罗东，有一栋12层楼高的大楼，昨暗火烧哦，起火点是伫2楼的楼梯，加在火真紧就爆发，无人着伤。警方调查发现，讲是一个啉酒醉、性用的查甫人，伫楼梯口的时候抓伤。因为这栋大楼哦有饭店、有卡拉 OK， 阁有补习班哦，所以着火时现场是真紧张。伫宜兰罗东一栋12层楼高的商办大楼发生火警，消防分推车赶到现场拍火。导火原因敢若是一个姓杨的查甫人伫咧2楼的楼梯间烧抓生火，因为大楼内面有饭店、补习班甲卡拉 OK， 让人真担心。是有消防车来，但是说实际状况都不太清楚。还不晓得。从那个安全梯、那个逃生梯样子，可能喝酒醉吧，然后可能就拿东西来烧。大火造成财物的损失，好加载无人员伤亡。根据了解，这个姓杨的查甫人，迄当阵规身躯拢臭酒味，伊先到4楼的卡拉 OK 店要消费被拒绝，尾后就走到2楼楼梯间，烧纸箱啊加塑胶红啊。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除了把火拍花，也把这个一直发烧的查甫人带回去警局。那箱放在上面，哦，那箱放上面，应该是吧？应该放在上面的话，他就帮我。就这边烧起来。火调科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纸箱啊烧甲乌臭搭，地方窑火烧过混裂。范闲哦，突然情绪失控啊，口出秽言哦，那怒骂我们远警哦，随即以妨碍公务的现行犯将范闲逮捕哦。警方讲，接到报案了，随派警力到现场，伫商办大楼地下室发现嫌犯，以妨碍公务现行犯逮捕。有查到赖大拍火机等证物，专案依照公共危险等罪嫌上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关口湖国中的教学大楼，因为厝顶真有特色哦，是婚林关的历史建筑。也毋过有部分的校舍因为伤过旧了，结构是有问题，所以为着学生的安全哦，部分校舍今仔改读文字的历馆，今年的hiệu率得当拆掉停起。这款关关价价厝顶是9年国民义务教育的校舍建筑特色。云林口湖国中北栋西边的教学大楼，就是做这款的厝顶，捌互人列做历史建筑。不过因为捌经过3阶段增建，年久月深，佮加上地动，建筑物的结构出现严重损坏，影响到安全。是属于3层楼老碑少，就是不同的年限去盖的。那相对历经最近这几次的地震更显得这个整个结构都整个柱子都裂得蛮严重的。那教育部有针对各级学校的这个危险教室来进行这个补强跟拆除重建。那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持续不断的在进行。教育处表示，这栋教学大楼已经使用56冬啊，包括结构受损、更经看现等等的问题。为着学生的安全，伫咧去年已经改读文化资产的历馆，嘛按算伫咧今年8月开始拆除。所有的学生在这个学校里面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都能够非常的安全，然后那所以呢，我们校长也提出来那有几栋还是有这个文资身份希望能够解除文资的身份云林县府表示，目前县内有做这款厝顶，正做文资历馆的学校有建国、口湖、好尾甲土库国中。因建国国中抑阁有保留一栋的维护，最近嘛阁清查这老旧而且有文资历馆的校舍，若是结构受损，就会阁请文资审议委员现勘来评估，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70栋历史的台东县的大武渔港，启用到当定定拢互沙石仔踢掉的渔民无法度出海去掠鱼，一档都要千几啊届。中央甲县政府嘛已经开20多亿了。最近传出讲县政府拍算要向中央来争取预算，准备要甲渔民的船拢买落来协助渔港转型。也毋过渔民是真反弹。大武渔港要出海港仔时，有几多台怪手轮流伫咧乌踢掉的沙石，
让渔船会当出海掠鱼。渔民讲，自70年前渔港开始启用了，但年港仔水拢爱开1-2千班青沙洲，验过效果有限。这么团讲，县府免收购渔民的渔船，甲港废掉，因正不满。因为过去政府讲要延长补花改善，到这么拢无做，这么若要废港，因就无头路。可以用那个蚂蚱，给它用出去哦，它就可以一次就做一次哦，可以用10年。废港也蛮可惜的啦哈，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渔民就是靠着这个捕鱼为生嘛。大埔渔港这么登记的渔船有100多只，县府认为每年蹲沙了有真侪渔民拢甲船驶去台东的富港港加屏东的玉海港停，大埔渔港愈来愈少渔船停，无啥物效益。而且一直到即马，政府干那清土山就开20多亿，县府几多年前就提出收购渔船的计划，不过唔是要废港，是要让渔港转型。第二个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转型的方式，让到渔港成为一个观光渔港的一个概念，以及水上活动的一个渔港。收购渔船的计划一概等立法院通过才能进行。不过渔民讲，县府拢无事先沟通就要进行，真无适合。台东县议会伫这礼拜开临时会，县议员要求县政府爱甲渔民沟通，并且爱有配套计划才执行，若无会甲渔民做零抗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学界上北大是咱国家重要的名所，今年有来自国内外105间宫庙参加，今仔开始出巡3天哦。一项上有特色的是用人工钢的夜光灯的顶头哦，也毋过嘛因为这简化，佮拄着学校考试哦，要找上百个顶头的囡仔是真歹找。后来哦，学界学校提前来考试，佮有信众来赞助，才顺利出阵。摆几10公尺长的夜光灯顶头坐每一个神童拢装了真侪船，佮以古早皇帝、大官也是武将做主题打扮。这是国家重要民俗的客家上白搭。隔中3日的客家乡今年就伫4月17起过。这是我们这边的传统，我从小也是都有做，对，想让他去体验这种感觉。不过因为小主化，佮拄到国校啊当咧期中考，毋若刚刚歹找，连神童拢差一点仔找无人，进前慢缺22个，最后是地方人士出钱出力，学校嘛配合地方重要庆典，才甲人找着。那今年刚好有几天会有跟月考可能会重叠，那因为我们为了让小朋友可以参与我们的文化的活动，所以我们有把月考提早到那个站白教的前面来进行。夜光灯是龙头凤尾，用18块茶帮斗的，人力嘛真重要。36座的神童，3日就要有108个人，佮加有味的观光，一日就要将近300人。今年是非常艰难哦，因为一个囡仔坐船，一个囡仔坐夜光，一定上少爱对2个大人哦。观光一班有70几个，一天爱3班，拢总爱有200几个。今年较特殊的，因为阮惊讲都有观光的问题，所以讲今年特别有请真侪有味的。早年夜光灯在地人是抢要做，照搬甲俗无共，爱赞助庙方的钱嘛无共。个人对5岁至90岁，敢若咧收集甲俗共款。即马受到小组化影响，今年人佫较歹找，佫爱协调学校提早考试，就算是安尼，庙方强调会尽力甲文化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盐埕国小哦，今年是100档的校庆，学校嘛特别办小铁人3项运动的比赛哦。学生骑脚踏车踅社区，有800公尺的走标，甲50公尺的游游水哦，嘛要求所有毕业生哦，拢要经过一个考验。由校长带头，后壁一学生骑脚踏车对着校长骑转来校园。这阵盐埕国小今年的毕业生，若要摕到毕业证书，就要先通过铁人3项的试验。第一关爱骑脚踏车踅学校社区，总长是6公里，学生拢真愿意接受挑战。因讲虽然骑伫路边会惊，不过会当甲同学做伙体验嘛袂歹。真特别啊！我以前拢无安尼，我以前拢只食。跑步还是伫食游泳，游泳了就伫食困啊。会使甲同学做伙升级，算是最后一次。今年拄好是盐埕国小建校100档，学校安排铁人3项的模拟比赛。
除了骑脚踏车，阁有走标800公尺，甲收水50公尺。校长表示讲，就算有学生无晓骑脚踏车收水，毋过大家拢愿意去看卖，毋望因面对未来人生，嘛会当有勇气接受挑战。所以这铁人三项是小朋友最毕业的时候最期待的一个活动。健康的身体，甲心理而且呢会当挑战以后的未来的生活今年的毕业生拢总有78位，学校嘛结合社会医疗甲公益，邀请华山基金会时代由毕业生做伙甲时代写祝福的卡片，透过2台活动，互因伫学校最后的时光会当有美好的记忆。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语相关的活动虽然是愈办愈多，也毋过有家长带囡仔去图书馆参加台语活动，所发现讲大部分的时间煞拢讲华语，所以台语团体是呼吁讲办母语的活动应该爱彻底自头到尾拢应该爱互囡仔伫台语的环境教育伊。因应文化部鼓励台语主流化推出政策补助，各地开始有愈来愈多台语的活动，无论是剧场还是公共书等等活动真多元。毋过有家长分享讲，最近带囡仔去图书馆参加台语活动，煞干那伫演出的是讲台语，其他活动对面有7成拢讲华语，伊感觉真失望。教育的规定也是大多数用华语来进行，所以一方面我是感觉讲真无彩，我是感觉讲因咧教遐个阿公阿嬷阿姐阿兄遮个语词也是讲菜车买着的菜，要台语要安怎讲？对阮家庭来讲是有小可较简单啦。这个代志也伫台语家庭之间引起讨论。一寡家长是表示讲，因伫咧各地图书馆听台语广告，嘛感觉品质真无稳定。台语团体认为讲，这应该爱培训图书馆的职工来加强讲故事的美感和台语意识。现来关注台语议题的民进党立委陈培如是表示，未来会提案建议伫咧各地设置饭馆，互相鼓励求进步。阮有足侪家长，其实有足侪家长会带囡仔去参加英语的活动嘛。介济英语的讲师嘛，用全英语咧带活动。但下骹的囡仔可能嘛听无啊，但是英语，譬如讲，咱会使用趣味的活动，用互动的方式，互囡仔听有知影讲。迄个老师咧讲啥物，台语嘛共款。你若有找专门的老师，还是伊有经过一寡训练甲教育，伊咧讲故事的时阵，伊会使顾着故事的精神，佫会使顾着讲咱要安怎甲现场的囡仔讲母语的部分。我感觉咱若找一寡示范馆，就是这医生的报道的时阵，大家感觉讲，安尼你有文化部做，才是对的。立委陈培如嘛强调，政府在做台语推广，毋是干那野钱就好。伊表示，这部分伊嘛继续加强监督和检讨。另外，最近一寡台语团体嘛有针对台语的发展和困境来拜会陈培如讨论长期的规划。伊表示，未来有打算要提案受国家语研发的主法，定出详细的原则，来解决政策事务上台语推广的问题。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来看新竹县的尖石乡嘉兴国小是原住民的国校学校的合唱团定定代表台湾去国外比赛。彰县政府专工邀请维也纳少年合唱团的艺术总监到学校去指导，望讲互这囡仔对唱歌有愈深的体会，未来会当有如何的表现。好听的歌声传遍校园，新馆尖石乡嘉兴国小合唱团过去就定定代表台湾到国外比赛，摕到好成绩。这摆县府特别邀请维也纳少年合唱团专家来这间原住民小学，教这偏乡的囡仔唱歌的撇步。学到不同的那个发声，还有不同的英文歌，我都觉得很好听。然后我也有学到，就是唱歌的时候。可以就是大方的唱，不用害羞。学校佮专工准备原住民传统服装送给对方，表示感谢。专家表示真欢喜会当听到学生的歌声，嘛对这个囡仔的好歌声表达肯定。I'm very thrilled about what I'm expecting. What can I expect? What I'm hearing, and I'm pretty sure we can work on the main part. That's the music. That's the phrasing. That's the together singing. That's a passion, of course. 来给我们一些小朋友在唱歌跟合唱的一些帮忙。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整个我们台湾的合唱音乐可以有
可以跟就是国际的知名合唱团或者是一些知名的团队，可以有一些合作的一些机制。新竹县尖石地区的学校长期推广音乐教育，已经有真好成绩，参加国内外的比赛拢有得奖。透过这摆的交流，希望让学生囡仔无同的刺激，让国际专家来教唆，希望来自台湾新竹尖石的歌声会当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拢听得到。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伫澳洲东南部的科索沃，当地农民是真爱一款叫声真特别的鸡公，那么做伙来看卖。听起来鸡鸡小可骚声，阁真规律的叫声。科索沃特有品种德雷尼查公鸡，因为特殊的叫声已经变作当地农民真爱饲的一种品种。有农民讲，听到德雷尼查公鸡的叫声，就能想到这发电机的声音。Musha ti që ja nisin për me këndu është për mushës 4 muaj, varet 4 ose 5。饲养员阿里讲，一般的公鸡一摆鸡鸡敢若会当叫2秒到8秒左右，但是德雷尼查公鸡叫的时间会当长到20秒到90秒这么济。中国会当唔免哮喘，嘛因为安尼当叫伊科索沃歌手。Për shembull, ky gjel për mua është i preferuar, e quaj Arap, e dum pe gjela tjerë më së shumti, ka melodi të bukur, gjatësinë ka 87 sekunda。除了卖德雷尼查公鸡，饲养员阿里讲，照顾这鸡嘛已经变作伊爱做的代志之一。伫2014年，澳洲家禽标准委员会嘛已经认定讲，德雷尼查公鸡是会当饲养的家禽。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华东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